喺1994年，張國榮上咗吳君如、黃偉文嘅節目《娛樂性騷擾》。當吳君如問佢：如果你要揀一個新演員嚟接你班，你會揀邊個？你哋可以留意一個人嘅，即係而家仲係好新，淨新得不知即係唔知點樣去形容佢。但係我覺得，譬如話你如果有留意電視呢排咧，咁佢就有一部戲，嗰人叫做古天樂。佢做過乜嘢啊？佢冇做過任何嘢，即係佢淨係做過，即係好似話有一部電影，同埋有一個電視劇，佢而家係做緊一啲閒角。咁但係我覺得佢係可以。你同佢合作過？冇，即係我只係俾人睇啫，我淨係睇遠遠咁睇啫。唔係，我淨係睇熒幕上嘅佢，即係我覺得佢係有呢個劉德華同呢個郭富城嘅混合。古天樂。因為冇人預計到哥哥會提到一個咁新、咁未成氣候嘅人，連當時喺娛樂圈吃得開嘅吳君如都俾唔到反應，因為真係未聽過邊個係古天樂。但係有邊個估到若干年後，吳君如竟然成為古天樂嘅最愛。我係你女朋友啊，邊個最靚啊？甚至後嚟有傳張國榮曾經推薦古天樂演出《夜半歌聲》，想親手俾一個角色佢，可惜因為喺大台嘅檔期撞咗，最後冇成事。古天樂接連參演咗由鄭伊健主演嘅愛情劇《婚姻物語》，以及由黎明主演嘅校園劇《阿 Sir 早晨》，又被唔少嘅電影公司借走演一啲小嘅配角，被業界視為最具潛力嘅新人演員。就喺古天樂開始被睇好，事業即將起飛嘅呢一刻，一段風塵多年嘅過去俾人翻咗出嚟，娛樂版頭條爆炸，電視觀眾震驚。呢個每個禮拜都收到海量 fans 信嘅新人，原來坐過監。但係你入過教導所，入咗幾耐啊？